人生最重要呢，有3件事，大家終身都要去追求，但係好多人只睇到一件事，就係錢。當然啦，做旅遊業呢係冇辦法揾到大錢嘅，即係目前呢個年代啊，基本上你生存到都不得了噶啦。但係調翻轉頭，當你有一定嘅財富積累啦，第二樣嘢最關鍵係咩呢？當然係健康啦。第3樣嘢，我哋旅遊業睇得最清楚嘅係時間。3件事呢，大家嘅人生去到中年呢，要攞到一個平衡。有時間、有錢、有健康，你先有機會行得更遠，追求翻自己想去追求嘅嘢。所以做旅遊業咧，揾唔到錢唔緊要，但係你會攞到另外嗰2樣嘢，呢個先係關鍵。人生咧，唔同嘅年齡階段追求嘅嘢，亦都會有所唔同。咁大家一定要記住啦，大家要追求乜嘢嘢，大家一定要諗清楚。大家有機會停一停、唞一唞，去外邊行一行，諗清楚呢3樣嘢，最後平復翻。喂，你要追求啲乜嘢嘢？